有人就開始話澳洲依家係咪好似日本80年代嘅土地泡沫咁樣？日本嗰陣地價升到癲，東京皇居嘅土地佔值甚至等於全國美國加州加埋一齊。咁最後點樣？30年失落期，咁資產腰斬。咁澳洲會唔會重演呢樣嘢？我就唔夠膽講係會一模一樣，咁但係嗰種依賴資產嘅升值感覺其實非常相似。咁翻去日本80年代啊，咁當年情況就係借錢好鬼熱，咁銀行放水，全民炒樓，全民都相信樓價只會向上升。咁當時東京嘅地價咧，啱啱都講過，高到有人話皇居嗰塊地值錢成個加州咁樣。咁結果泡沫爆破。經濟停滯咁失落咗唔係幾年，係失落30年。呢個係全國國家土地資產佔 GDP 比例，紅色係日本，藍色係澳洲。你再望翻澳洲呢條藍色線，老實講，過去10幾年個走勢真係幾似日本80年代尾嗰段。咁但係重點唔係似唔似，而係會唔會爆。咁我反而想你諗一個問題，就係如果有事嗰時，你企喺邊個位置？你頂唔頂得順呢？咁呢個先係最值得諗嘅地方。